有因强烈信心，强烈进行众生前啊，就强烈进行众生前，教育佛陀被根熏，三界轮回清，三界轮回清为净，念思大悲不穷尽。那么有强烈信心的众生面前的话呢，那么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啊、悲喜呢，跟这个其他佛陀都是这个熏述啊，就是这个其他熏述的佛像，就是所以在我们这个藏地的涅槃经里面呢，也有了，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当时要这个接近涅槃的时候呢，就是除了这个迦叶尊者和难陀尊者以外，就是其他的像这个纯陀啊、阿难尊者啊，还有那个就是目犍连尊者啊，就是等等，就是有成千上万这个圣者和凡夫呢，就是在一起。当时呢，就是佛陀就是说是我要这个去入涅槃，这个时候就是有很多人呢就开始这个哭泣啊，哭泣的时候，佛陀就告诉他们，就是他们说呢，就是我将来呢，就是在这个居士的五个就是大海当中啊，就是居士五个大海当中呢，有这个生我者丈夫胜，就是生我之丈夫是指的胜过我的一个人呢，就是会这个降生的啊，就是汝等切勿作百劫，就千万你们就是不要这个痛苦啊，就是到那个时候呢，我这个即使长住无量岁，就是已经这个涅槃经里面呢，就是讲得很清楚的。